个泰山的很人来买，虽然每天顺后或简单的扛棒，但人啥无限论，宽坦人下，也对桃园来的一路客人，向下提40地位摆摊的，热情的推销这间农场中的有机青菜。每路客人都实时买菜，讲有机理念，农场主行行细条，单单就以2公婆去家做，就连摘菜、搭铺都该讲究。条吼割起去，就唔可以讲奶滚滚的样样的，按菜样会呛哩，菜全部放起来就要割起去，那样唔是细，像不用它久多。它处理的方式就可以，等一下就直接拿来就包了，不用像那田里面一般人家都是割起来，它放着，啊，这样子就会造成说，整个都是从上面压下来，下面全部都泥土。咱前线罗米林2公婆对有机耕种的理念有相同的坚持，不过不是如何味道，唔系乜嘅大事情提给熬醉。他说女孩子家怎么好像原住民从山上下来这样？习惯，可能在家里面都习惯了，包括帽子啊，然后防晒都没有怎么做，就整个在曝晒啊。要戴帽子，他们干嘛不戴？等一下你就可以念。等一下割菜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戴帽子。2个人熬到游来游去，就算当日晒到腐落，一旦还係吃到能體又鬆又軟的奶香，生活真係食菜。像下底嘅菜吼。下底菜全部都炒伫外头的青菜，好，那炒割啦，以下看到一只，看睇只，好，下尾割下去，强的割下去。咱前先讲，农场主有草就係寶，掰開草嘅地度就係幾粒堅強嘅寶物嘅，老公摘個下來。做下嘅嘢就剥下一皮16度，直接釀熟成果。我们自己以身试验，吃起来有时候甚至吃起来觉得这个口感不对，是不是什么因素？然后我们会去研发，奇怪，是不是水分太少，或者是说它缺乏什么养分啊？然后都是自己亲身体验，才有办法说，消费者吃到的感觉是什么？然后我们一定都是当场吃。其實咱前線一推就立志愛做有機耕種，現價位嘅標準條件也提以心肝調度有為打算。我推家下我就香港吼，香港跟我確定，我很確定要行兩條路，吼，要行種菜一條路，還是香港。嗰迄家是做嘅程度一屆吼，強讓攏愛強讓對兩種有種菜啊吼。當有興趣嘅人吼，佢咪佢咪要做較歡喜，吼，佢咪唔會對人下尾啊，盡量，你咪當做到會力不從心，就結果就大概認識到我本樣吼，結果還沒做有機蔬菜。騙我真的被他騙了。你也被騙得很高興，不是嗎？是哦，對呀，還好啦，他夠體貼。雖然羅米林在項路講論係本意練到田球度種菜，不過還係環頭上面，談論老公一步一步開創有機農山的田地。看到哪裡就知道哪裡。我，你哪？做有機耕種9年呢，嗰度遲嘅青菜都係直接賣到台北有名嘅百貨公司。咱前線含專業技術嘅品種來種，仲係引頭落魄咧，這種嘅引進也到。有好多客人問我們說，你削皮削下去就沒有啦。我說這不用削皮，直接可以吃了，非常好吃，比較沒有紅蘿蔔的腥味啊，吃起來脆脆甜甜的。不認真種的蘿蔔，這個是又不認真種，都是迷你型的。
这种的引进牛牛的规定影下，加为汉那讲，如系因为无认真睇一种，事实上种这种的引进实在系做出无本钱。我们暂前线做乜嘅爱种咯，要自家一套南海策略。我这家农场吼，就想要种到农喷人的无穷咯。吼，我讲其他种青江菜，其他种小白菜，伊田的人种。菜一倒啊去，根本卖人听头，系啊，所以一天要种到了无用喷人无强浪的，喷人无爱种的，因养起来种，吼，喷人连当道菜去卖人去，因有平好东西都在卖。并起建内古代做办公室的生活，咱前线先来屯喷人无强用的路，虽然行起来quite艰辛，不过一门起自家的有件梦想。还有家位的支持，有做得quite坚定的行论落去的。做这农场一个梦想就是我们现在有我们这一块农场做基地啊，将来可以扩充。那个是他把全部来做有机啊，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哈，变到人家在社区的有机社区，哈，汉白猪包有特色，汉白你要不了。不要说有没有赚钱啊。我是觉得健康啊，真的是赚到健康啊！你说赚不赚钱嘛？看个人的想法啦。像我这样子，我觉得我赚钱啊，至少你看我赚的一家幸福和乐。然后我们都是人工种，比赛看谁技术好，用公婆天数穷心融入地土，一定用爱练出有机又香甜的青菜果子，也望能用最自然的方式，为代替出掉的力。